在基隆市区田寮河两边边的路树，每一年4月底，拢会有白灵犀等等的鸟仔飞来这做收生态，卖产生真侪鸟仔屎。若是垃圾，嘛连带影响停伫咧树仔骹才的汽车。基隆交通处于5月份开始，先加仁义路部分的停车格为红线禁止停车，按算到8月份反时期过了后，才阁重新开放这的停车格。地沟机啊停伫路边，规台车有够垃圾，罪魁祸首就是伊。一只搁一只白灵犀，黄头路这鸟类，一些飞去天顶，一些伫街路黑白走。基隆市田寮河挖金鸡桥两边的新铁路、嘉仁一路拢正做因的地盘，啊，不过白色物一直为天顶落落来，步道、椅啊、车道全部拢总有。就每次你只要出去要去办事情，你回来你要擦，你会很烦的。好像是之前那边那个桥那边有砍树，上高架桥那边砍树，然后鸟都聚集到这边来，没被滴过，但是很怕被滴到。那居民散步运动烦恼被攻击，面车顶悬车主也哀叫，听停伫的停车格，煞当是白色物。基隆市交通处也为5月开始，多销精迄路边10外架停车格，而且为红线停车兑换。我们预计大概可能要8月以后才会恢复吧，要看，因为它有时候鸟在那边栖息会2-3个月啊。交通处强调，每年4月底开始，路口鸟类拢会飞到这伫路树顶悬做收生态，已经几啊年。树仔顶落来白色物甲大花，要清洁队会定期清理。啊，不过实际上，咱个当来现场，规涂骹拢是鸟类白色物，环境问题也引起关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